沿着阿拉善这个烤全羊，尽量是吃的是白种草，喝的是矿泉水，4到6只鸭的草原羊最好。上色也是很重要，这个上色用酱油、冰糖，它这个泥蜂蜜，有地方用色素上色，这样的话这个色儿上好了，这个羊也很好看，而且皮子也是很脆的，过后还这个烤羊这个调料上有做文章，这是关键一块。从我们这个现烤羊它以这个等等一系列做的，因此它的烤出来的羊非常好吃，味道很香像烤全羊用的是这个索索菜，用索索菜烤羊有什么好处呢？它的火力强，没有味道，烤出来的羊味道相当好。因此我们阿拉善烤全主要用这个索索菜、杂干菜也叫用它这个烤羊，因此烤出来的羊呢，肉香、皮脆，味道鲜美这个温度是关键烤全羊因此有些人其实这个炉温上过不了，温度上掌握不了。因此我们烤全这个人必须把这个炉子温度调得好好的，连羊的大小天气的变化都要注意到这个炉这个羊烤羊的情况都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把那个烤好。光调温度也不是个啥，你这天热怎么调温度，冬天怎么调，下雪了怎么调，刮风了怎么调，各有各的重点和难点。